小数提醒民众哦，伫国外买的食食药品，也是医材、化妆品等等，拢有限制数量等规定哦。嘛限制讲只当个人来使用，袂当买，违法上当哦，行动方法上100万。伫要休热，未少民众准备出国佚佗，倒来台湾嘛会买一寡伴手。不过为保小数提醒，民众伫外国买的食品、药品或者是医材、化妆品等等，想要早倒来台湾有量的限制，而且限定家己使用，袂当摕去卖。亲像食品类、加盟讲啊、规粒的这种保养品，每一种上侪是12罐，拢总袂当超过36罐。一般的食品总重量是伫咧6公斤以内，而且价值伫咧1000块的美金以下，差不多台票3万块以内。若是有转卖情形，上当会当罚300万。古早的时候，大家都叫跑单帮嘛，哈，那确实是有这个专门赚这种价差的啦。但是现在法规已经很严谨哦，就不要再做这种事。他想要卖，那在边境完成查验程序就可以。另外，个人家己食的药品，毋是医生开药单的药品，每一种上侪是12罐，价量袂当超过36罐。若医生开的药单，若无早会当买的是以2个月的量为限制，若有早上侪是6个月的量。若管这药品，就一定爱照医生开的药单，而且上侪敢会当买6个月食的量。不是药商就是不能执行药商的业务，那会违反药事法27条，那原则上会处3万元以上到200万元以上罚锾。若个人家己使用的医材，OK 棒价量袂当超过60块，保险套袂当超过60个，卫生棉条袂当超过120支。若用一工都爱随弹条单一度数的稳型目镜是60块，医用的喙罨上侪是250块。另外，食药署提醒，营养非洲猪这疫情，民众毋通买或者是早有猪肉的产品转来，若无头一届违规会罚20万，第二届会直接罚100万。提醒民众千万都毋通摕头毛去试货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